跟7月10号之后在圣殿。弟兄姐妹，我们再过5分钟，我们就要预备来做主日礼拜。让我们安静心来到主的面前，预备好我们自己，来到上帝的圣殿中来朝见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一起安静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你是信实的上帝，除你以外，我们别无倚靠，也别无拯救。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你的殿中靠你欢心而喜乐。我们也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献上跟摆上，用感谢和感恩进入你的院，进入你的居所。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等一下序乐时，我们一起同颂主在圣殿中。耶和华拯救我的上帝啊，我坐卧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听我的呼求。接下来祷告，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边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滋味。今天所听的讲道，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姐妹请起立。真神之爱。宽宏的手，真前爱子拯救，使我虽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有。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万更是人，人不求神，却向善事不求报偿。真神慈爱始终不变，伟大无限，无量。亚当后世得蒙救赎，天使圣徒颂扬。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竭尽之力描绘神爱，海洋墨水勇敢，奔泉水长，向天连天，仍难描述。
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弟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尊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害，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必然必从那里降临，判活人死人。信圣灵，信圣而公之教会，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信身体复活，信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祈应文，今天的祈应文在诗篇145篇1到5节，以及17到21节。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诗篇145篇1到5节，以及17到21节。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天天称颂你。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来，我们一起。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惟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接下来公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为印度洋国家马尔地夫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教会来祷告，永和天文堂徐志强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执政掌权者，束缚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的造就来祷告；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
来祷告，愿主赐平安，让他们工作尽都顺利。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我们一同诵主祷文。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接下来经课，我们请李迪华姐妹为我们攻读。第一段经课在旧约先知哈该书第1章15节，第2章1到9节。哈该书第1章15节。这是大流士王第2年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是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于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2段经文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5节跟13到17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5节跟13到17节。第1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言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了吗？13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够得救。上帝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受教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上帝，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你们。以上是圣经的教导。谢谢弟兄姐妹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0章27到38节，路加福音20章27到38节，在新约92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7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7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7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已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则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主是明白了，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着献诗，我愿更亲近主，亲近你。请诗班。
正道不同的永生，恳请蔡委员、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上帝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上帝。感谢主，让我们无论在现场或线上，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敬拜主。各位知道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教会的历史的累积。包括我们现在有不同的教会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包括像现在我们在台湾，我们也许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面，我们都会有一群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虽然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感谢和赞美来到上帝的殿中，不单是我们在这里敬拜，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可能在别处敬拜，包括我们有弟兄姐妹也在线上敬拜。所以教会不是只有有形的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人是我们一起的教会，还包括有一群我们看不到的一群无形的这些的其他的，或者是在其他空间的地方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我们就是一起的教会。所以教会不是只有有形的在这里看得到的，还有包括在网络上面，在那里在收看，或者是在那里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到现场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敬拜。所以教会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在教会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敬拜，不受空间、不受时间的影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不是因为在乎在什么地方，也不是因为在什么时间里，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耶稣曾经跟撒玛利亚妇人这样说：敬拜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当然有形的表现是从你这个无形当中的信仰里面所显出来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形的表现也是我们表现我们无形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表征，让我们能够在有形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当中，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一起来敬拜。愿上帝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哈，千万不要当真，但是你就会知道言语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姐妹啊，她这个跟她的先生讲说啊，老公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生活上比较困苦，所以这个你曾经答应过我说，等到我35岁的时候，你要送给我一个这个钻石的戒指哈。那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明天就是我的这个35岁的生日了啊。那这个弟兄呢，他也非常的有智慧，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婆啊，在我的心目当中，你永远是18岁。听得懂意思吗？在我心目中，你永远是18岁，你还不到35岁，所以所以这个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王子里啊，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哈，所以让我们能够善用言语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哈。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用这个祷文来祷告。楼上的，请帮我一下好吗？有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哈，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
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有实体的圣经很好啊，那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把圣经放在手机里面，所以如果你举起手机，我不会觉得奇怪，但是请你一定要按到那个手机那个圣经 APP， 你不要按到赖群组哈，也不要赖到其他的地方去。在我们做礼拜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这是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敬拜的当中，其实我们要看到上帝对人的心意啊，上帝看人一直都是好的。也许我们有不同的表现，也许我们有不一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各位知道创世纪里面，上帝连续说了好几个好这个字，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不好的，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好的。好，那我也要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哈。我们的眼光来看，有可能比如说像这个，各位应该像你们这一边的话，应该是各位你的左边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右边这个应该就是比较不好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这个有一个学生他在拿他的雕塑要去缴交的时候，不小心在公车上就摔了，摔下来的时候本来是英俊挺拔的这个高鼻子的外国人，对不对？看起来像耶稣的样子，对不对？好，结果不小心就摔到地上了，哇，糟糕了，怎么办？好，所以要缴交了，但是时间到了，又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事实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既然不能改他的作品，那只能改什么？改名字。好，改名字叫什么？叫挤地铁，对不对？所以变成什么？有看过人家在挤那个日本的那个地铁有没有哈？那个挤到脸都变形了那个样子。好，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叫做你怎么去看他。你怎么去看他？结果这样还可以得奖啊！所以我不晓得，当然也许这个裁判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不晓得。但是你会发现，或许我们人以为的不好，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不见得不好。所以刚刚提到了，也许我们人看起来是不好的，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凡事都是美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我好差我没有像某某谁怎么样，或者是我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或者是身份，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好的。而且，上帝很喜欢改人家的名字，知道吗？知道圣经里面很多被上帝改过名字的，后来都发光发热。知道那些人知道谁是谁吗？比如说第一个被改过名字的，各位知道是谁吗？亚伯兰，对不对？亚伯兰改成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还有谁被改过名字，知道吗？雅各，对不对？雅各后来改成什么？以色列，对不对？约瑟也被改过名字，对不对？还有很多人被改，新约有没有被改过名字的？有，对不对？这个彼得他原本叫什么？叫西门，对不对？所以改过名字，上帝改过名字之后，那个作品通常都很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也许人看起来是不好，但是上帝改过名字之后，很多人都很好。我不是叫大家去改名字，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上帝的眼中看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好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相当的特别，因为我们华人很忌讳这个谈生死的问题，但是今天要谈的生死的问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我们相信的是永生。各位知道我们刚刚在读的这个叫做使徒信经里面有信什么？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还有什么？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对不对？好，所以永生跟复活也是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好，所以今天有人要来挑战了。各位知道，挑战耶稣的人通常都不简单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都是圣经里面都是耶稣在挑战人家，其实也有人挑战他。好，挑战耶稣的这一群人，今天看到的这一群人，这叫谁？这个叫撒都该人。好，那我们解释一下撒都该人是哪一些人叫撒都该人。在当时的新约时代里面，有几群族群。如果各位有机会读到这个新约导论的时候请各位这个顺便帮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打广告我们的新约导论欢迎大家来参加。在新约的背景里面，有几种族群，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几种族群，这些人常常是跟耶稣对着干的除了有一群遗世独立的一群人以外通常有几群人是跟着耶稣一起对干的。这些人是谁？
就是今天这个叫做撒都该人，还有一些人叫做这个法利赛人啊，还有文士啊，职业上的这个叫文士。那派别的这个叫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那另外有一群叫做遗世独立的这个离群所居的，那叫爱色尼人。好，不管他是哪一个族群的人，总是跟耶稣对着干的，一定都是有尖锐问题的一些人。好，那这些人他们提什么样的问题，就要看他是什么背景的人。撒都该人是一群什么样背景的人？他们是一群亲官方的人，或者是他们叫做我不能说他是保皇党，因为他们的皇已经是罗马皇帝了啊，所以他们大概就是比较跟这个罗马帝国或是跟罗马皇帝这边比较亲近的，跟政权比较有关系的。然后这一群人，他们是官方的这个祭司，他们的身份地位跟角色是比较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们是比较高阶层的。然后他们在解释圣经里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但是他们不相信有复活，或是不相信有永生这个事情。所以他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今生有多少就追求多少，今生有多少好处就捞多少好处。比如说我要这个今生有多少的利益，我要赚多少钱，或者是我要有多少的土地、房屋、田产，或是我要掌握多少的权利，就是这些人所追求的。所以这些人他们不是去管那个死后的世界有什么，他管的是我现在我要掌握多少权力在我的手上，我要掌握多少的资源在我的手上，我怎么样跟上级长官、跟罗马皇帝或是跟罗马的这些的统治者关系很好，这样我就拥有很大片的土地啊。如果要都更的时候，我就可以拥有很大片的这个土地的机会啊，类似像这种样子啊，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所以撒都该人他们是一群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上面是很现实的。对他们来说，永生不是他要管的事情，他要管的是我现在。好，但是耶稣的讲道，耶稣的讯息常常带给他们很多刺激，因为耶稣常常讲天上的事情，我们是有永生的，我们要如何来面对上帝，怎么样活在今生，是因着有永生的盼望而活的。所以撒都该人对耶稣是很不满的，对法利赛人他们也很不满，因为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该人他们也是对立的。好，所以今天这群撒都该人他们要来挑战耶稣了。但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是，可能你拥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你拥有很多的神学的学位，或甚至你拥有很多的圣经的这些的教导，但是呢，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上帝？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事情。不是代表你的学位很高，或者是你的学历很好，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甚至是神学博士。我们需要问一个简单的事情是：你对上帝认识吗？你认不认识上帝？你对你的信仰，你怎么去解释你的信仰？所以很多神学家都很注意说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信仰，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内容来讲述我的信仰。有一个神学家，当记者去问他说：请问这位学者，你可以怎么样简单用你的话来形容你的信仰？好，然后这个神学家他很简单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知道这个话吗？有听过这个话吗？有一首儿歌，对不对？我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唱的诗歌是什么？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好，神学家他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他的信仰很简单。他说什么？他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高言大志，不要觉得好像我去跟人家传福音我需要很多的圣经知识，我需要装备很多东西。当然这是需要的，因为你越装备才会越知道自己需要装备。但是你在跟人解释信仰的时候，不必要高言大志，越简单越好。你信的是什么，你就讲出你所信的是什么。你可以有很丰富的神学知识，但是不一定会认识上帝，因为有很多人讲了很多，但是搞不好你还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越简单的信息越好。上帝帮助我们，简单的，你信的是什么，
能够说明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撒都该人他们讲了些什么。撒都该人问什么？我们来看一下27、2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7、28，一起念来。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各位看到这边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所以我就要学这个，没有这个回事哈。要知道我们现在文化生活背景是不一样的。各位知道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是什么背景？知道吗？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是早期的以色列人、早期犹太人，他们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率是很低的，因为外面很多危险，所以你有可能你的生活，包括以前的卫生条件、环境都不是那么好，所以你很有可能这个生存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有可能这个哥哥他可能出去工作或是出去做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不在了。但是为了延续这个家族，要有家族的香火，或者是这个家族的这个财产，所以他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叫做兄终弟及。听过这个话吗？哥哥过世了，弟弟必须要去承接哥哥的产业，或者是娶嫂嫂做他的太太。好，但是要先跟大家说明清楚哈，我们华人不会有这个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去认为说这个圣经里面某某人娶了好几个太太，所以我也要这样。没有，不是这个，那是因为他有文化背景的，或者是这个哥哥这个过世了，嫂嫂可以被娶过来，是因为有背景的，他们有生存上的问题条件，所以必须要面对这些事情。好，我们请看一下这一段的记录，这个才是摩西五经里面提到真正的原文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25章5到6节哈。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申命记25章5到6节，一起念来。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好，所以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姐妹，这个人叫做路德，知道吗？好，所以路德有一本《路德记》，对不对？《路德记》里面为什么波阿斯要去娶这个路德？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这个哥哥不在，所以弟弟要去娶这个嫂嫂，然后嫂嫂之后，他要帮他生子立后，这个是在摩西律法里面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怕这个家族因为这样就不见了。但是这个是在旧约的背景里面所提到的，所以要先跟大家做声明，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背景所提到，因为文化跟环境的关系。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圣经里面提到的话，然后来做一些的责问或责难，就是那是这样的话。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这个撒都该人他们所问的，并不是一个叫做简单的问题，但是也不是一个不会碰到的，因为在世上有这个需要，世界上有这个需要，因为活着需要，所以需要有这个叫做哥哥过世，如果留下嫂子的话，必须弟弟要娶嫂嫂，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跟环境，因为那是那个世界的需要。好，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哈。其实我们这个灯太亮了，应该如果可以切的话，请帮我切掉2个灯好吗？这样比较不会看得太花了。好，罗马书14章第8节，好，这里面提到一个事情哈，如果看得到我们来念，看不到没关系哈，我们来念一下。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如果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是你的需要跟要求。但是如果我们是属主的，那么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个事情，是在上帝的国里面，在上帝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怎么做？我们不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世界上的人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吃喝嫁娶，需要这些。我不是说吃喝嫁娶不重要，不是这个，而是世上的人注重的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在你的世界里面，在你的信仰世界里面，你应该注重的是哪些东西，而不是另外哪些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被绑住，就是世界上的人都是追求这个，那么我也要追求这个。世界上都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也往这个方向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或是不一样的空间、不一样的时间的环境里面，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跟世上的人都是一样的。世界上的人需要嫁娶，世界上的人需要生子立后，要保有产业，要拥有这些东西。然而在我们的信仰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看到一个事情是，我们无论或活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是属主的人，那么就应该知道在主里面的世界里面应该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要去看到的东西，要去追求的东西。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年轻人，他想要追求他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她是很有见识的，她觉得这个男生还年轻，有点肤浅，所以她就跟这个男孩子讲说，你去游历一下外面的世界，那游历一下外面的世界之后，等你这个游历完之后，我们再来谈有关感情的事情，因为我希望你可以成熟一点。好，各位，其实你的世界是什么就很重要了啊。后来这个男生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绕这个女生的身边这样绕了一圈回来，然后告诉她说：“你就是我的世界。”听得懂意思吗？你就是我的世界。他说：“你去世界绕一圈，你可能会增加你的见闻，跟增加你的广泛的这些知识。”但是这个男生他说什么？你就是我的世界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世界是什么？虽然它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你的世界是什么？如果上帝的世界不是你的世界，那么你的世界很有可能是什么？就是金钱、物质，或是这些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属主的人，那么应该是要去看到属主的人应当追求的是什么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这件事情。34、3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4、35，一起念来。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配得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个世界，在上帝的世界里面，没有嫁娶这件事情，所以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刺激。为什么？因为地上我们有啊。哎呀，我好爱我的太太，我好爱我的丈夫。那如果万一到天上去，我们就再也没有这种关系了，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撒都该人他们问的不是肤浅的问题啊，现在也会有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我很爱我的配偶，我爱我的太太，我爱我的先生，那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会去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耶稣说：“这世界表示在现在这个地方，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他说，唯有配得那世界，那世界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了。在那世界什么呀？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我们在所有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有人叫做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因为如果有从死里复活的，他会告诉我们那个过去的那个地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式。所以他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相信说，那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上都没有，包括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常常在那个电线杆上面，很多人在贴那个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好，信耶稣的人还是会死啊。我们信耶稣的人还是会有肉体死亡的时候，从来没有人从死里复活回来告诉我们，唯有一个人，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人就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他所说的都是真的，都是事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信？因为真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告诉我们在未来的在上帝的世界里面，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式。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1章25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一起念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会不会死？会。信耶稣会不会遇到困难？会。信耶稣会不会遇到这些的问题？但是耶稣说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虽然你肉体这个身体会死的，
确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哪一个人身体可以存留到永久。然而，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透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是复活的主。上帝怎样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来也必让我们从那个状态、那个形态里面复活。然而，我们的灵是在主里面是活着的，是永远活着的。我们来看一下汤马斯·华森怎么说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明日不一定都会从床榻上起来，确实没有人可以保证。但是我们确信有一个事情，就是将来我们要从坟墓里再起。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不一定你可以从床榻上再起，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有一天我们要从坟墓里面再出来。虽然我们是在坟墓里面，或者是有一天我们会躺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躺在那个地方那样的一个美好的香气跟味道是会存到永远的，因为将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身体，要来与我们的主、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再见面。将来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透过耶稣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是什么？有这样的盼望就是我们相信有一天将来，我们这个身体虽然不见了，然而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活的，直到有一天，当这个天使吹了号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了。那个复活的是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耶稣要带给我们的不是安慰，而是复活的大能。耶稣要给我们的不是那个叫做会死的、没有盼望的，而是一个会活着的，是永活的盼望的。我们来看一下3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36节，一起念来。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上帝的儿子。所以复活的身体之后，那个身份是什么？不是再死的，不是会再死的，就像需要延续后代，需要延续这些的这个产业，需要延续这些，不用再有这些了，因为复活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信耶稣的人不再是为了要过去，我还要拥有什么样存留到世界的，这些有一天都会不见了。唯有你所信的上帝，这个复活的永生在你的里面才是真实的。耶稣要给我们的不是安慰，而是复活，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复活的确定跟盼望。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1章3节，这里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盼望？我们来念一下彼得前书1章3节，一起念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然而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那个活泼的盼望，他要让我们也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能够有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说死了是一了百了，这是世界的观点。然而我们却有永生的盼望，是永远的活着，在基督里我们是永远活着。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永生跟一般人世人所认识的永生不一样。世人所认识的永生是时间跟空间的无限延长，但是基督徒所看的永生是我能不能够活在神的里面，与主有美好的连结，那个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7节，耶稣用什么样的话来回应这些撒都该人的这些的质问。3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7节，一起念来。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只是明白了。好，荆棘篇在哪里知道吗？各位，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曾经到山上去，看到有一些荆棘燃烧了，然后这些荆棘没有烧毁。当这个摩西去到这个荆棘的燃烧的荆棘旁边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不要过来，这个地方是圣地，所以你要脱下脚上的鞋子。然后这个摩西问说他是谁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意思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其实都过世了，都不在了。然而上帝说什么？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说，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稣说什么？在他看来，他们都是活着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3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8节，一起念来。
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如果有小字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了。好，在他那里跟在他看来是一样的意思。在上帝的面前，人是活的；在上帝那里，人是活着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因为我们知道，信耶稣的人、信上帝的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活的。虽然这个身体会不在了，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永远是活着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不是我们这个身体要存到永远，不是这个身体会毁坏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在那个时间点，在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我们就到神那里去，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又小字又看到说，看来在上帝来看，人是活的。在上帝的眼中，亚伯拉罕是活的，以撒是活的，雅各是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一样的永生，不是你要永远活着这个肉体，不是，而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活的，他看我们是活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进入他的生命里，进入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魂与主一起的连结，那个叫做永生。当然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困难理解，或者是对复活的事情是很困难理解的。然而上帝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要用他的大能的膀臂来创造这一切。他说，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天父能够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大能，我们要复活在主的面前，用一个不一样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弟兄姐妹的面前来。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盼望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需要能够去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终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不是死了一了百了，不是，而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但是复活的盼望要先看看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怎么样来做预备。诗篇90篇的12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会早一点，有的人会晚一点。牧师要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很挣扎。为什么？因为来荣光堂3年多，其实我知道我送走了很多人。但是虽然我送走了很多人，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新的朋友加进来。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些过去曾经在我们当中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会再看到他，只是现在他暂时的离开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有一天我们要再一次跟他们去见面的。有一次我在台语堂做礼拜的时候，那一周刚好不是我讲道，所以刚好我在门口做招待。有一个老妈妈，她要进门的时候，我就帮她开了1楼的那个副堂的门，让她进去。然后我就告诉她说：“某某姐妹，我帮你开门，让你进去。”心里面其实是，虽然那个是一个动作，但是我突然间意识到，其实我好像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弟兄姐妹开了门。但是开了门之后，你知道你进去什么地方吗？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你进到什么地方去？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因为那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好，所以你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基督，让我们看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是这个身体过了就没有了，而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在我们的当中。所以面对死亡的智慧，最好的预备跟最严肃的这样的一个面对，就是面对主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耶稣，你就有永生的盼望跟生命在你的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所以你当面对一个生命当中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在那个门之后你会遇着什么？你很确定的你会遇着耶稣，还是你不知道那个门之后你会遇着什么？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跟盼望。我们知道在死亡不是跟我们让我们跟所有的人隔绝，或是跟上帝的爱隔绝，死亡反而是让我们能够更进到神的里面。
所以罗马书里面提到说，我们所盼望的是看不见的，是没有看到的，然而我们却因为这样而能够有忍耐跟等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的生命当中，我要念一段话给大家听，这是保罗他的一个期许。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但是他是这样说的。各位如果有圣经的话，我要请你们来翻开腓立比书1章21节到24节。腓立比书1章21节到24节。好，如果有的话，请听我来念哈。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听我来念。腓立比书1章21到24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好，25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什么？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情愿离开世界，与主同住，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其实他说的是为了教会，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他说我宁可愿意留下来，因为这是要紧的。我要把上帝的话告诉你们，所以这样才是要紧的。我虽然希望可以赶快的跟基督一起，但是我要活下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更加要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死亡我们不害怕，因为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世上？因为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上帝要把大使命，耶稣基督要把大使命，要把使人得救的消息透过我们传递给人，所以这是更加要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急着好像觉得我也可以透过别的方式？没有，上帝什么时间带我们走我们就走。但是活着在世上是要紧的。为什么？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上帝要给我们有一些使命要我们去完成的。好，所以我们在世上要做预备，做什么？做上帝国的国民。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提到失去挚爱的时候，虽然心里面会觉得伤痛，然而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上帝那里，我们会住在一个永远不会衰败、永远不会毁坏的一座坚固的城，是永远的天家。所以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在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去活出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是活出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在现在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虽然我们暂时住在这地上的地方，但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应该是活出那个看不见的另一个世界。所以汤马斯·华森这样说，人生在世的使命是为天国做准备的。我们在世上预备的就是将来在天国当中，我们要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基督徒虽然有肉体，也不是按着肉体行事，我们是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时常思想天上的事，而不是只有在地上在地上时在乎我要有多少留多少遗产，我要拿多少的利益，我要得到多少好处，这些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要去追求的是我们要成为天上的国民。第三个，基督徒在上帝那里是永远活着的。所以诗篇里面这样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上帝帮助我们，在上帝看来，记得那个小字，在上帝看来人是活着的。所以保罗鼓励我们说，要多思想天上的事情，思想上面的事，不要只是思想地上的事。事实上地上的事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唯有天上的事情才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中马田这样说，基督徒是看见最终和永恒的事情，才回来看到眼前的事。如果你有永生的盼望，如果你看到的是永生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去计较跟看到你现在认为你要去争取的东西，因为那一切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曾经有过一个珠宝商，他在这个路上看到有人在这个玩一颗很漂亮的玉石，他知道那个玉石的价值，那是价值连城的。
但是这个珠宝商他知道要买这个珠宝是非常非常要很贵重的，但是他知道这个买之后，他这个价值连城的珠宝一定会让他赚很多钱，所以他后来他就跟这个把玩这个玉石的这个人，他就买这个宝石回去。这个卖给他的人，他也很爽快，他也直接就卖给他了。好，然后后来这个珠宝商他良心不安，他觉得说是不是他不知道这个宝石的价值哈，所以他就回去告诉这个人说：“你知道你卖给我的东西是很贵重的吗？”这个人说：“我知道啊，但是呢，我愿意卖给你。”这个珠宝商他就觉得很惊讶，他说：“为什么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你是不是有一个更宝贵的东西，让你愿意能够卖出你现在这个还算是次好的东西？你只有看到有更好的东西，你才会愿意卖掉那个次好的。所以对很多人的观点来看，就是你愿意给我，那表示你还有更好的在后面。所以这个珠宝商他很惊讶，说这个人为什么他知道这个价值是这么宝贵的珠宝，但是他愿意给，一定他有更好的东西在他的后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先看到最终永恒的事情之后，你就不会再在意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都会过去。所以很多人会想抢着或是要去拿些什么，然而基督徒我们看到了永恒的时候，不会再去觉得现在的事情有多么重要了。我们在地上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投资在天上的是永恒跟永远的。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现在所预备的是在为天国做预备的。好，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是林肯他的话，他说：“神创造人类，并不是只是要让人在世上过一朝半宿。”他说：“是为了永生来创造人的，所以上帝把永生预备好给人，让人可以领受这个永生。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里面看到这个永生的价值。唯有基督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他的世界才是我们的世界，而不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些世界。这些会过去的，有一天这些会过去。天国的子民要看重的是在天上上帝的事，而不是在地上的事。愿上帝帮助我们。虽然讲这些，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一个空话，好像因为那个世界看不到，但是我们相信的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回来所告诉我们的话，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知道，我们不是只看到现在，而是我们有永恒的、永远的盼望。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永恒跟永远在你的里面。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再回来看我们的现世。我们所有的一切有一天会过去，然而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有一天我们要进入你的国度里，成为你天国的子民，那是好的无比，是美好的。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世上仍然有盼望。虽然我们情愿与主同在，然而我们在这地上有更要紧的事，就是你所托付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能够这样去完成它。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活着，我们要思想的都是天上的事，而不是只有在地上。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金句背诵，今天的金句在路加福音20章38节，我们来念2次，请。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路加福音20章38节，再次，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路加福音20章38节，在圣餐里，圣餐诗歌，新灵粮诗选300首，我们来唱第一段。
我们要来预备领受圣餐。昨天，我们有一位文曲执事，我们教会有一位执事，他去参加天主堂的所办的一个纪念祖先的一个弥撒。那他回来告诉我，他说，因为他有天主教的背景，他说天主教1年有2次祭祖的时间，一次是在这个我们的清明节，另外一次就是在这个差不多在这个时间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也许是我多联想了哈。各位知道，这个10月底11月初有一个不是教会该过的节日，但是世上的人常常会过的那个时间，各位知道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万圣节，对，是。好，所以我在想说，或许这个天主教他们的传统里面，他把这2个，作为一个连结，就是这个是一个纪念祖先，或是纪念离开世界的人的一个时间。好，但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纪念祖先，或是我们纪念我们离开的人，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1年可以有2次这样去纪念自己的离开的家人，或是离开的这些的祖先，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重点是活的人，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盼望，相信有一天我们要与这些离开我们的、暂时离开我们的家人，我们会再见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在世上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或许你会看到一个事情是，很多人汲汲营营的想要留下些什么，或者是要得着些什么，但是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就算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恐怕留下来也只会给自己的后代跟家人更多的痛苦。什么样是留下来不会永久、不会失去，而且是能够存留永久的？我们可以去思想，哪些东西是可以存留永久？是金钱吗？是房屋、土地、田产吗？还是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留存到永久？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觉得说，我的财产留给我的孩子，留给我的家人，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这是重要的，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后代少奋斗一些时间，这当然也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把信仰留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为了信仰的缘故，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你要追求的东西不是只有在这世上，你要追求的是那个永恒跟永远的。当你拥有这一切，你能不能够拥有天上的席位？在那里是有位置的，你在那里是有位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英国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曾经有人说，我要贩卖我的天国的位置。在那个时候，有很多怀疑论者，他们说没有复活、没有永生的事情。所以有一个英国人，他大胆地说，他说我要贩卖我天国的位置，如果有谁要买，我愿意卖给他。好像我们现在在讲说，我愿意这个赚得全世界你要我的命可以给你，有点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味道。但是后来有一个牧师在他旁边告诉他，你要先拥有确据跟把握，你真的有天上的位置，你才能够卖那个位置。如果你没有，那么你永远卖不到那个位置，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天国里，你是否有位置在那里？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很健康的学生，40岁而已，一个年轻的孩子，他也是一个复健师，在医院里面当过复健师的，但是他昨天倒下来，让我心里面很难过。虽然他不是死亡，但是他可能真的是过劳累了。我们每个人都离死亡很近，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否确定我们在天上有这样的位置？能够确定有这样的位置，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与主有美好的连结，因为在神看来我们是活的，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另外那个世界有真实的位置。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信的人，我们都有那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在上帝的国里，我们不缺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好，这个又不动了。好 ，OK 的。好，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同诵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一起来诵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和天使、天使长、天上贵胄一同称颂、尊奉主荣耀圣名，阿们。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领受饼杯。那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不论我们是从哪个宗派、哪个教会，或是我们哪一个族群，我们都欢迎你
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教会，或是哪一个族群，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同领这个饼跟杯。所以，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好，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我们就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让我们预备好来领受饼杯。当我们领的时候，我们带着敬畏的心，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领受与主同喜乐、同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福分。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那我们等一下发的时候请大家先把饼跟杯拿着，然后领到之后就坐下来，然后坐下之后，我们等一下全部领完之后，我们再一起用饼杯。让他们先拿一下这个布条。分不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杯，让我们能够在领的当中，我们也纪念主基督为我们受死，并且埋葬，为我们复活，让这复活永生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我们领完之后，我们就坐下来，好让我们的陪餐的同工可以继续的把饼杯发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享受与主一同连结的美好。每一天我们都连结于主，每一天我们都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或教会，让我们都可以借着统领饼跟杯，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并且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体。我们不是别的身体，也不是两个身体，而是一个身体。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没有卫理公会，没有信义会，没有长老会，没有浸信会，没有所有的这些宗派。在基督里，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在神的里面，我们接纳彼此在我们的当中。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并且来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耶稣的身体，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拿到饼杯，让我们一起来享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记得口罩要拿下来，要不然你塞不进去了。
如果不好撕是正常的，不好撕表示我们这个包得很严谨哈，所以不用担心。吃完之后我们一样口罩要戴上哈。虽然明天开始有一些解禁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规定来办理哈。我们在安全的环境当中来进行这个圣餐礼。让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主。我们一起来念奉献求恩文，一起念，请。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我们圣餐礼到这里。接下来回应诗歌，与主合一。新娘诗选300首，我们来唱第2段。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像罪我难一死，却像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做一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把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介绍新朋友林恒生先生弟兄。林恒生，林恒吉还是很急。林恒吉弟兄，他是我们那个玉蛙师母的那个姐夫。林恒吉弟兄，对对。啊，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可能先离开了，他是我的姐夫了，谢谢，我师母的姐夫，张玉慈姐妹，张玉慈姐妹，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林家玉先生，欢迎。林启芳弟兄， OK， 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问安差遣礼，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来唱2次。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彼此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欢迎你们第一次来。Hello Kitty，Hello Kitty。因着耶稣。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教会事工报告。弟兄姐妹参酌周报第3页。今天是圣灵降临第22个主日，我们欢迎参加聚会的朋友们，愿上帝祝福大家。本周开始主日后11点40分有洗礼的前造就班，我们欢迎愿意受洗以及会籍转入本堂弟兄姐妹来参加。下个礼拜主日后1点
本堂将召开2022年记忆会，会中将选出2023年新任执事以及联谊会会友代表，请为选举及开会顺利来祷告。那教会成人主日学与植物后开课，欢迎弟兄姐妹前往参加。卫理神学院延伸班已经开课，释经学课程，请为学生学习顺利来祷告。会有布道部门录制的小组聚会灵修影片，已在教会网页上线，请弟兄姐妹关心。我们本堂将在12月8号举办第2次的圣经会考，这次的会考我们采预先报名的方式。报名截止日期是12月11，报名后请填交到办公室。因为疫情的关系，周四祷告会我们实体以及线上并行。蔡牧师以开新旧约圣经中南课程，为黄本门徒预做课程来做准备，我们欢迎线上来旁听。本周小组长会议暂停1次。因为圣诞节即将到临，我们教会邀请各小组参与圣诞布置，也请各小组预备，并请弟兄姐妹们为圣诞节的事工来关心与祷告。以上报告，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几件事情跟大家做一点报告。我们12月25号是我们的圣诞主日。所以24号是礼拜六的晚上，我们会有一个圣诞晚会。所以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福音朋友，或者是你要邀请新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来12月24号的晚上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圣诞晚会。有很好的节目的预备跟安排。所以请弟兄姐妹可以做一个好的这个福音的宣传使者，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邻舍多一些的邀约。可能很多人没有机会来过教会，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备。圣诞节是一个很好的邀约的时刻所以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把握这个时间。当然11月的下旬的时候，在第3周、第4周的时间的左右，会是教会的另外一个，也不算是教会的节期，但是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感恩节的时候。所以牧师也邀请弟兄姐妹，如果在11月底的时候，你愿意比如说11月第3周或第4周，你愿意有机会能够来做一些的你个人的见证分享。但是请以今年的内容为主不要去讲那个好几年前的东西，请以今年为主。在今年当中，你领受到上帝给你什么样的恩典，你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突破，或者是改变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调整，我们都可以做一些的分享那我们但是时间要稍微限定，因为也怕讲很多人要讲太久所以大概3到5分钟。如果假设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意愿的话，那你先跟牧师先报名一下。我们一样在12月25号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洗礼跟转入所以今天开始就会有这个受洗前的造就班。会在6楼，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愿意受洗或转入到荣光堂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能够来上课。上课我们不会上很深的神学课程，我们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要让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握这些时间。其他的我们已经受洗过的弟兄姐妹，或是已经转入到本会的会籍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刚刚提到我们的几个课程都相当的不错我们的教会有这个基要真理班，有小先知书，有这个新约的导论，也有这个圣乐的赏析，都欢迎邀请弟兄姐妹来参与跟参加，让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给教会有何等美好的宝藏跟宝贝，是我们可以去寻求跟追求的让我们可以在岁末年终的时候，也可以开始来数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特别明天开始，刚已经讲了，就是这个解禁的范围又更大了我们期待能够在新的来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大家不再遮着口罩了，我们可以脱下来，然后可以一起能够有大家可以面对面
见面的这样的机会啊！上帝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状况可以越好。那状况越好，表示我们的福音机会越来越有了。所以我们期待更多的邀请新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这样谢谢。具体消息方面，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让人看见我们活在基督里，基督也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基督丰富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也领受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殿乐。